看你有一如韩国了，你看那边是那种很传统的那种美式大楼，然后再过来这个是有点复古一点的美式的感觉的。那这边又是很标准的那种哥德式欧式建筑啊。所以在这边呢 ，we can appreciate the different type of scenery。人家好，慢慢欣赏某空的景色，慢慢韩国呢。好啊。刚刚讲说这边是美式，这边是欧式，而且你有注意到吗？这边有2个饶富历史意义的教堂。对，我看到有2个教堂，看起来好像都蛮有历史，真的。这条纽伯利街啊，它就相当于纽约的第5大道啊，对，那种感觉，就是你看它有很多的精品啊，都进驻在这里。都是欣赏某空跟风景，这个好像有点美国跟欧洲的风景都融合在一起的感觉。没错。对啊，我们可以到处走走逛逛，看看那样，欣赏景色的。哦，好冷哦，为什么？哎，冻僵哎。这个也可以 appreciate 吧？看不到看不到看不到，哎呦欣赏安东某看个景色的哦。我感觉你肚子是不是饿了？我现在想要 appreciate 美食，我就有听到咕咕咕的声音呢。请你不要讲出来好吗？这样很尴尬。那我们是不是要找一点比较在地的东西来吃啊？在美国应该要吃汉堡，应该很多人 appreciate 汉堡吧？没错呢。今天你有欣赏某看个景色，应该好好犒赏一下自己啊。对啊 ，we can appreciate the different type of scenery。那么我们现在也可以 appreciate 这些美食，犒赏自己。这边有一个是有肉，然后也有蘑菇的，我要这个。我也要这个，而且它可以另外再加培根，完美。哇，你整个一次满足哎！这就是我目前最 appreciate 的餐桌风景。哦，好，那就这样交给你了。好，没问题。我请客。好的。等我一下。好。来，汉堡来。来，请坐。啊，谢谢。哎呀，你难得对我这么好。是嘛？这真是令人 appreciate 的餐桌风景。看，要爆出来了。We can appreciate the different type of scenery。正宗的美国汉堡。Yeah, it's a kind of scenery。那欣赏某空跟风景哦。这也是一种。没死我吗？没关系。快吃，快吃，快吃，好好吃哦。漫步美丽的纽伯利街头，又品尝了当地著名的汉堡。We can appreciate different types of scenery。都在做一摆欣赏某空嘅景色。